台湾本土疫情扩大，夜市啊人来客去，要安怎办才好咧？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讲，若是无法度来维持着社交距离，就要来停业。台南市长黄伟哲昨暝就去台东夜市来宣导防疫。伊讲，这民众若是无照规定，无来挂喙罨，应该罚就爱罚。若爆发着本土感染的疑难，这个罗东夜市的摊商是真怨叹，讲生意剩无到一成。另外，这个台北的宁夏夜市是派专人帮西夜市的乡亲喷酒精来消毒。昨暝暗时7点，食饭的时间，台北宁夏夜市啊，单位无坐满，生理受到影响。来市街民众大部分拢有照规定挂喙罨，不过食物件时阵，嘛是拢会把喙罨摕掉。政府是这样过啊，还是马趴呀？所以夜市还是要逛，还是要逛啊？可能就会比之前再更注意一点吧，都要戴好口罩这样。业者伫咧入口提供酒精含消毒水，呼吁大家来市街爱记咧挂喙罨，保持社交距离。倒啊，嘛拢有采假帮砸喙暖泡，配合政府防疫政策。进一步的话，可能就是要恢复到之前，好稍微人流控管跟我们量体温的部分。嗨，美女，你有戴口罩，你很乖，赞。台南市长黄伟哲带官员来到台东夜市啊宣导防疫，宣布会继续补助单使用假帮，避免传染，让市民安心买物件，放心做生意。那我刚进到夜市来看到还是有极少数的朋友们，他们没有戴口罩，一边走边吃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我们还是以第一阶段，现在阶段先以劝导，然后如果再下来，可能是明天开始，或是后天开始，依照防疫中心的指示，该开罚就要开罚。既然呢，罗东夜市啊，被本土感染案例了后，大家拢讲生意剩无到一成。没开啊！你看这一排都没有。疫情一来，大概所有夜市行程就全部取消。就算生意真歹，但目干来当吹起紧，家咧继续做，呼吁大家做好防疫的工作，希望疫情赶紧收束。